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大家晚安。今仔日咱来到金山，看到啥人？我后面这个人，你敢有熟悉？白米炸蛋客，伊到底是安怎出现在遮？来炒鱼啊、爆田，来教大家安怎食、安怎种植较安全。伊的人生故事又是如何？咱今日好好啊，甲看落去。 你要看，这个人哦，后面佫加一只小星星，哎，是咧创啥？嘿，小杨，哎，哦，你咧无闲？你好，都你咧问啥啦？今日就是阮迄个什么哈，彩田友善农作1年1度的插秧的活动，所以今天有来的像金山啊、金美山和中角啊，还有大埔，我会讲。我差一点就万里的大埔，我要讲万里的大棚，非大棚展示的棚哦，大棚有没有？不用紧张，大棚飞棚展示的棚嘛，对吧？我确定会讲大棚国小，大棚国小小朋友，这位大棚个标位只，哎呀，贵气的，你来，妈的，采访一个马龙，来，长得漂亮就不用怕人家拍，也不用怕人家看。 快点讲一下，大鹏国小，今天来要有自信。这杨哥哥办的活动有趣味不？有趣味哦。你咧食啥物？他是麻糬哦。想要做些麻糬。我们3届的里长许里长，早上2点多的时候，为了让农友，他不是用粉做，他为了让农友吃到是米磨的，前一天先把米泡了，泡了之后再磨，之后凌晨2点多的时候磨完之后装袋。 装袋之后压水，把水压出来之后，担心呢，自己做米水，这个龟菜，龟宝，这会用，对。哇，有影高工诶，哇！啊，就用3届的许里长，赞！啊，包含里长伯啊，一早，系啊。说。为了要囡仔知讲，原来米磨出来，炸的米磨出来之后，打做成麻糬，就是安尼。安尼，你知影以后，这个跟台北市的麻糬有什么不一样？ 你在平常吃的麻糬有啥物不同款？唔知吼。你以后你会记这个味哦。囡仔人吼来遮耍，还有通佚佗。伊就是我们要给他一个食农教育的一个体验，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要让小朋友有一个生命的意义。他从插秧苗插下去之后，他可能插秧苗之后只有15、20公分，但是他每一天会慢慢长大，因为他都是附近学校嘛，所以他经过。 正德宫这边的时候，他就会看到那个秧苗每天都在长大，每个人都在长大。啊，到时候有的学校会来参加减福寿螺，或者之后来参加所谓的除草的一个活动。啊，8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割稻，割稻的时候我们就会办桌请农友吃饭之外，也请这些辛苦的小朋友。有啦，哎呦，割稻饭，他们是比较办的，对，爱办的，对。啊，这嘛是这个香，伊大部分嘛是用来。 还有饭团被小朋友手做饭团，小朋友吃不了。对。饭团好不好吃？讲完了。对啊。哇。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麻糬哦，那些麻糬。这全部拢社区妈妈有看到不？安尼有同意不？全部拢是社区妈妈。哇，辛苦！就开始伫遐咧用，为着要用。咱3届哦。对。咱3届里哦。 对。哎，萌姐，3届你有用无？3届你有赞无？那我会使加钱。我就是要甲你孝鼓一下。对啊。你对。对。哎。啊，是。哦，你去外口吃，会感觉甲吃会不同款。哇，开玩笑，当然加一个啊。粉米香。哦。阮大概若办活动，就拢里长，就真支持啦。 你有咩？这哦叫做孝利麻糬啦。信唔信的孝利麻糬啦？哇，有够赞的啦！有真美的呢。这拢以前无透粉的。你点嘛？你有在看电视？你有在看电视？伊比我较有名啦。伊比我较有名啊。
阮即摆来遮拢互大家人照顾啦，你无讲办一个活动，期间来遮济啦。有影，开玩笑的。你就无简单。对啊，不是，就有意义的活动，我一定积极的参与。啊，咱这个少年你感觉安怎？小杨，我做之前，我10几年前我就上过伊个课，应该是要一直上。哦，你有上过伊个课哦？哦，先生呢？所以哦，我今晚带小杨哦来迄边看，看安怎整，啊，对遐来开始讲哦，咱到底来去。OK， 哦，这真场差有300个哦，差不多接近200个啦。200个。对对对。啊，这按这大场的，这你每个月拢受常咧发生吗？哦，阮这一年内底吼会办3场大的活动，插秧是一个。会来大概6个学校，像金山、金美、三和、中角、万里来大鹏，或是台北来嘉南幼稚园这样子，或是之后会来金山高中，就会来6到7个学校左右。所以我们每一年在插秧的时候就来6到7个学校。布产的对，啊，割稻的时候也有，割稻一样，也就是这些学生也会再多1个学校，或是多2个学校来参加。这囡仔班你要叫挂稻啊？对对有，但是那就是人，迄志工义工要变做数的，变成讲小朋友在割的时候，那个志工义工要选，因为他要戴手套，对啊，因为教他割吼，不是往里面割，是往前面推。啊，你长的时阵吼，你长安尼嘛好，长安尼嘛好，你长的时阵吼，长迄个丢头的时阵吼，长落去的时阵，刀子放着而已，它不是往里面割，它没有这只手，刀子不会动，就是放这样子往前面推，它就断掉了。哎，这样子比较安全啊，所以我们左手都会让他戴手套。啊，之后也会有哦，刚刚因为在囡仔班啊，但是我们一直为什么说要办这个活动？就说其实为什么这个是很忙又很累，但是为什么我们工作人员或者是在地的老人家都会支持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小朋友有一个环境教育也好，或是所谓的生命教育也好的时候，让他知道说他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就像你从秧苗它会长大，他为什么要捡福寿螺？为什么他要除草？到之后它长大、开花、结穗之后去收割，收割完之后的碾制，所以我们也会办割稻的活动，之后会去做挂稻饭，哎啊，10月的时候再做一个音乐会，大概会来500个人左右这样子。啊，我们会跟法鼓山的爱乡护农会跟在地的学校之后做合作。你这真正包山包海呢。无啦，我现在会做音乐会，我先讲一个最简单一点，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也想了好久。他跟我讲说，他女儿其实考上北艺大，但是不好，我现在要面试，你要面试嘛，所以他面试之前，他先去做所谓的自我介绍的手册。是。那个手册3本爱差不多10万块呢，我甲听3本爱10万块，要死。啊，个你爱先面试进前，爱先寄这个所谓你的自我资料嘛，你的成果，你的成果，先去看。但是，他只录取1个啦，60个考上只录取1个，结果可以来现场面试口试的人做简单，他只问你有没有在外面表演过，外面表演过的学校表演都不算哦，你一定要在公开场合表演过。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说，那我们要办个活动，让小朋友之后可以来表演跟展现自己。啊，不，我在做学艺是才艺啊，嘛，不是说在去表演。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后会在金山做音乐会或音乐季的时候，去年已经做了第2趟，今年会做第3趟的时候，还有许多的老一辈的人，或是像政府单位也好，新北市政府支持我们或农业部会支持我们的时候，我觉得说很大一部分就觉得说，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可以去展现自我。我觉得你有时阵偏乡，他就是要被肯定啦，爱用看到，爱用看到。我等下讲啊，看农业我等下嘛，工作人员讲讲的时阵，你看到，伊人问我你为啥看记者拢还好？我讲因为咱无共款，我记者可能不爱讲看1000届，你懂意思吗？我第一届看到，我以前做农夫市集的时候，农友，我昨天去云林麦寮演讲，我就跟农友讲，农友说他看到人家买东西的时候，跟他问第2句的时候，他就一直要往旁边想说，我这怎么安那赢呢？我做农夫市集在台北做了15年，农友一开始都会这样子，但是你只要让他讲第2次，讲第3次。就跟来啊！今天做马吉的那个亮姑姑一样，我们每一趟活动都找他讲。那亮姑姑讲到之后，都比你会讲。我觉得那个去哪里，我觉得跟乡下跟城市它是没有关系。我觉得
他那个自信只来自于需要被培养。我感觉这是咱人的主体性。对，你有互伊自信了，对，伊就停起来，伊就开始会晓讲。对，吼，但是呢，我还想问你讲，你做这项代志吼，这也袂趁钱。啊，你拢做这种袂趁钱的代志。咱嘛袂使讲袂趁钱，咱就是讲，因为我直接去做水稻，所以我很大一部分里面其实跟农友种的是水稻。啊，之后我们会卖给企业，像去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八方云集跟我们做购买，大概跟我们买走了80%的米。啊，之后法鼓山他们有平安米，他是买我们的米，在他们有一个爱乡护农会，他也是跟我们买的米。啊，另外其实还有许多的企业朋友或是个人，他之后买的米之后，因为我们像我们金山有学校嘛，有学校不是做营养午餐吗？所以我们学校这边目前已经有金美、三和跟中角的米都是吃金山在地的彩田米。啊，我们之后也希望说，为什么咱头先讲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发财？这是什么？有，这是一个洗衣亭啦，这就是一个洗衣亭啊。为什么这个洗衣亭准高会经过嘛？较早人是只洗衫洗菜，啊，去其他所在拢无这个顶。为什么有这个顶？就是因为金山爱落雨，金山就是9月中就要开始落雨，爱落到过当年的3月中。啊，阮进前拢来甲农友种稻啊嘛，啊，所以甲之后我搬来头前柑仔店遐大的时候，我定定看到农友时候，我感觉这哇，农友跟你这面红啊，这其实袂通哦。为什么即摆石价掠足重诶？你要麻烦拢唔通落山。我讲安尼拢唔通落山啦。啊，甲伊就是冬天做无聊的嘛，讲冬天无聊，我找只工课来做，你袂使拢做这个实节，安尼嘛袂通，袂去懂理啊，安尼嘛袂通啦。但是这本来咱的开玩笑的啊。我讲啊，袂使定安尼啦。啊，之后我们才甲农友开始种菇，因为你新嘛。就种菇，种菇你是无用，哎，你若卖落好，甲大家就喘啦。你的意思话，你就无用啊，你就卖甲规工就无用食好，对，卖无聊啊。所以咱哦，带人来看吼，你安怎来种菇？种菇，哦，来看，哎，小杨种菇。好，来，咱这种菇了吼，这叫做下冬天。对，你甲咱解说什么叫做下冬天啊？因为吼，在金山这个所在啦，你今天所有看到的作物，不管是我们讲金山三宝嘛，地瓜、芋头、小白笋，或是我们种的番薯、对，蚵啊，哎，蛤白笋，对，还是种水稻，哎，还是种莲子，哎，还是咱用板的，就是讲咱板就是剑笋也好，桂竹也好，对不？这全部拢是热天的作物啦，啊，所以咱冬天拢创啥物？咱冬天袂使规工我头先咱就讲过啊嘛，所以咱就甲农友咧讲，咱金山就是湿嘛。9月之后就落雨啊嘛，啊落到3月嘛，哇，落半年呢，对啊，半年无佚头做呢，对啊，啊我唔则讲，啊这个时间就有代志做啊，你若无收你就规工伫咧厝湿者，安尼唔好啊，啊怎就甲农友讲，啊无咱来种香菇，反正咱嘛湿嘛，啊无来种香菇，香菇应该活得袂歹啊，哦，啊怎就开始，直接开始种香菇，就为只开始安尼啊，你个咱入来看啦，吼，你讲你初开始种迄个。猴头菇，对，我迄阵啊，猴头菇吼，我去只电火咧，因为香菇种的所在爱暗啦，所以吼，阮内底拢是爱暗的，啊，所以你譬如说，若要看到有，拢会开只电火安尼。没错，啊，所以阮进前一开始是种猴头菇，但猴头菇有一个问题就是料理啦，咱先讲为料理开始，你袂晓料理的，伊若啃久菇骹会变足苦的，足苦的哦，比黄连较苦，比苦茶较苦。手铐啊，所以你外口讲的迄个菇排有没有？那个是有经过穿烫、跟压制、跟干燥的，还有处理过的。所以你若是新鲜的猴头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伊头毛有粗，头毛嘛有油，啊菇有较黄，啊嘛有较白，啊伊的头毛嘛发多嘛发少，所以你迄品质袂统一。啊，你若缀伫一个盒仔内底，人家看到这个品质，你就拍枪啊。因为这是珊瑚菇，哦，啊，咱讲一个吼，上简单的啦，就是伊这个菇发安尼吼，会个发开，但是咱安尼就爱慢啦，因为无你鸭巴底袂落啊，咱菇无可能啃平嘛，咱啃落去鸭巴爱啃，安尼毋才好看。但你若啃安尼话，你伤开的所在，你菇骹是毋是拢收掉？你是毋是做大部分有重量的所在？拢啊收掉啊！你种较久佫无效，对啊，佫人工啊，所以阮就毋知甲农友咧沟通的时阵，就感觉讲，哦，我种这我感觉可能袂啥会通，要卖嘛是一个状况。
所以阮即摆吼，若种即种彩色菇的好耍的，办活动的时阵啊，还是囡仔来参访的时阵，会使办甲看。你注意看阮种的香菇，目前你看这香菇，甲人采收做干燥的菇吼，含素的菇是无共款的。阮这是鲜食的菇，所以阮这大部分拢袂鲜食的，所以伊若含素会变较白。所以阮这就是嘛袂含素，阮办的上简单，就是要出餐厅，要出餐厅，出火锅店，出做便当的，出就是鲜食的店，就是你上好去的阵吼，我讲上简单嘛，你的菇，我用你讲上简单就好。你菇水甲歹吼，咱来讲就好啊。你甲看这菇吼，若生安尼啊，拢无法度卖，这歹品啊，这拢格外品呐。咱你袂得讲，咱这袂得讲瑕疵咧，瑕疵就唔好啊。阮古早话叫高窝会，高窝会，对啦，家己留咧食，家己留咧食，敢无食遐济，你头我看一下。我送我啊，我敢若互大家人办较欢喜。我甲你讲一下，啥物叫做曼凯的标准吼？啊，伫这边才较济。曼凯标准爱啥物状况？香菇就是你甲电视看到的吼，就上简单咧。伊就是甲你电视看到爱共款，安尼呢，水水，甲雨伞共款，爱水，规个爱水，三支雨伞飘的啦，对啦，三支雨伞就是开的爱水，大碗，大碗。你注意看，阮这骹拢较长。你有发现无？人这路骹拢较短。对，你这路骹，你这路骹，你无讲唔知啊？对，这路骹嘛，因为这是鲜食的品种，这无咧看数，看数开伤白，啊旁边嘛降低，所以阮阵啊要用这个包的时候吼，阮这个太空包吼，这个太空包用的是永续材啦 ，FSC 的永续材，就是这个森林在砍的时候有在种新的。是有在种新的哦，不是砍了就当没这回事哦，是有砍也有种。所以你这团搬渣的时候，那个会过关啊，对哦。所以这路开啦。对，咱包啊要刮进前啦，就是爱第一就是爱向变冷，你这种今日30度，明仔变20，变冷的温度爱差距足大，落大雨，向今日做好天的，明仔再落大雨，就是环境的刺激要变大。你知影？另外几种什么知道？另外几种就是你若环境的刺激无法度时，就是我们个人给他刺激。就是太这，对不？这个刺，甲叫好听，就较早阿爸阿母咧，带你叫菜你唔菜时阵，你知安尼无？为这个喙这所在，就喊一个，甲带落去哦。哎呦喂啊！你再喊落去之后，伊就好像会去有刺激到，伊会感觉讲啊，我咱在叫的时阵吼，你要叫好听，到后边吼，咱就是搭泉水，咱咧。包啊吼，若采这种这个无吼，就给它喷水，搭叫好醒，人工刺激好醒啊！要办香菇啊，所以你安尼之后，过长工的时阵，过长工吼，伊的所在吼就开始冒，迄个香菇啊，就冒一点的啦，不给起来啦，哎呀，类似它安尼啊，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就快要冒菇出来了啊，白色的，白色的，这个地方就。第一天就会这样子，再来第二天之后，它就会冒一点点，就像这一包。这第几缸啊？你看哈，一点会冒出来，就这样子，就一点点会冒出来了。第3天就看气候，如果气候快，它就直接就会长成菇了，就长成你出来它就长成这样子了。哦，说噶，所以一米大一寸哦。对，你甲笋啊同款，笋啊。一缸大20-30公分啊，但是变做讲，咱平常时你对这卡落去，一直到会当采收超过几工的时间？卡了1礼拜啦，1礼拜7工嘛，我就记超过7工。你这种青色，咱这菇叫做啥名？伊这是一个品种，菇场内底吼，伊拢有叫改良去啦，改良的品种。你这路开啦，273啦，273嘛，就美角的啦。对，我就是鲜食的，我一般就叫做就是现炒的啦，现炒的啦。对，但不是看数就另外一个品种。所以你若储完水之后，就爱刮。你注意看吼，你先讲的哦，你要看这个刀啊时阵，手唔通摸这，因为这是刀啊，摸到你的手就刮掉啊。伊这内底有看，这有2支刀啊，这，你注意看，这有1支刀啊，这1支刀啊。哎呦，有看到无？这是刀啊，所以你手唔通，对，拿喙齿咧，
你唔通在那摸，啊你嘛唔通遮饲的时阵才来摸，你手就好啊，就拢开去啊。这安尼，较早要看雪滴子无？啊，电影咧演的安尼，出人手急。甲饲落去，扭开，挂就拉开啊。安尼，安尼简单吗？你就是即个挂，饲落去，安尼扭开，伊就开啊，安尼有无？砍落去。有想要试一个吗？啊，来一个，伊这是电动试一个，先来砍落去，啊再试一个，海较大个，海较大个吼。对。哎呦，啊就手扣一下呢。这嘛袂当消价多呢吼。你要有天分啊！龙友若看到你这时就讲，我这最近你若有闲的时间，可能较好你，叫你来斗3工。但是这个斗3工算还好的尔，搁后一个斗3工你就喘了。为什么斗3工？哦，就是咱这个香菇吼，你看吼，咱较外口一个吼，咱这个香菇若满完之后，满完之后，咱的菇伊会搁发，但伊免啷好搁发。哎呦，爱来叫互醒嘛。对对对。免啷来叫互醒。伊搁用卡。哦，比用卡搁较喘一挂。这个拿我较早吼上惊龙友是种什么啦？种菇较互我啦。人就讲有啥物龙友种菇较互你，咪足好诶嘛？我讲我来讲食毋好，我爱表演一撮，互你看者。咱爱表演这直接有诶就好啊啦。啊是啊，表演这咱爱看这现场这行办过安尼。大家袂讲讲，大家拢编迄有诶。哦，你注意看吼，这个，伊是毋是生完啊？这个湖南，这个总共吼一排有4个啊，总共3排有12个的吼，这大概差不多有15公斤到18公斤，你看会使试看买就知影。啊，最简单的这个菇篮摕一个，所以龙友较早吼拢较好你。你讲你无用对无？伊讲袂要紧，你着凌晨2点来嘛好，3点来嘛好，我留3-5千包，互你5、6一个。伊的包是一篮一篮哦，啊，互你安怎用就是安尼，安尼来砍落去，哦。来砍了去，变过来，变过来，我就知了哦。啊，这个总共要翻之前先喷水，喷到包一点点小积水之后，隔灯暗，就它变。所以龙友先喷较好，才互你来处理。它变成安尼，伊个讲，个上简单哦。你唔通走伤远，为了拢伫个新社附近嘛，你附近5、6一个，佚佗一个，对不？卖少唔是你变完之后，你变完之后，你唔通随走，因为爱个变转来，你无可能生安尼嘛，爱个变转来啦，无啦，无你当作甲变安尼，无啦，隔2工你行你去变安尼，隔2工搁来变转来。我龙友讲，其实我无真介意交朋友呢，伊就讲，我同你讲的哦，别人高料阮拢无爱互去，我无爱互帮哦，无爱互帮你有10捆，阮拢无爱。我甲互你来呢，我你民主你敢安尼？我讲莫互我民主，以后拢唔通搁互我民主啊！爱个变转来，安尼有赞吗？哇，真正要。莫讲变多变少，变啊来互你试者就知影，你这试者感觉，你就知影讲这偌重啊。因为你咱讲的时阵无反应，咱变一撮就有反应啊。没命了哟！我这变60岁的人哦。袂啦，咱看开对无？看你几岁尔？你是安尼吼？啊你变的时候要小心手吼。你，我去，好，安尼吼。啊，过来，搁变过来。咱就是这今日若变安尼，隔2工才搁变的，毋是随便转来哦。隔2工有啥物安尼知？因为你困吼，本来行安尼。行出来啊，菇已经生出来啊，满完之后，伊的菇搁咧休困啊。你为着要搁搭刺激，要来讲，同学，你好搁爬卡，因为这一个菇包吼，会使满差不多4至6次，超4届甲6届，好4届。你好啊照顾，会使满较侪。所以就爱冰12届。啊，就爱冰较欢喜，咱冰啊，咱希望冰较侪届啦，冰较侪届，毋知满较侪，冰愈少届就满愈少。甲之后安尼，你冰安尼的时阵吼，就搭刺激。这个伊菌丝已经完唔着病，因为菌丝本来是惊安尼嘛，但是你安尼的时阵，伊菌丝是毋是会去刺激掉？刺激掉，隔2工这个才变转来，安尼过无水搁它出落去，过2、3工啊，菇就搁开始发啦啊，安尼有赞吗？所以龙友大概同我讲是，搁来变转来吼，搁来变起来。
哇，这是谁发明的啦？我属实没命咧。哇，干一个都挡袂掉啊！好，所以我逐工若农友头讲是，农友头讲吼，你放心好啊，这身体拢免去练。我若靠好你，你就练甲欢喜啊。我真正吼，我农夫市集当做的时阵吼，农友挽油啊靠好你。我有一撮配阮工作伙伴去挽油啊。工作伙伴农友吼靠好伊的时阵吼，伊去的时阵，农友讲你靠好你，你无法度来啦，无你较早来倒阮兜。伊4点外就来叫开，就来叫开啊！因为咱无日头，咱放假差不多日头差不多时阵，咱就等休困。伊转来的时阵，我发现讲啊，你哪会食饭哪会这猪也袂啥开？伊讲迄一人吼，伊迄一人较大人嘛，一人油啊，油啊较重啊，油啊大粒的啊，迄油啊一人好50公斤，50公斤，安尼摕咧，安尼行，安尼吼，莫讲行多行少。行200道啊，200公尺就好啊。行3点钟就好啊。比如讲，咱无用杀啊，讲啊，伊迄就是斜坡，免安怎杀。夭寿一般一届伊就我问他讲，啊，你感觉油啊够贵？伊讲，哦，这油啊贵，夭寿寿。这油啊来去讲贵啊，后头就走了。以后我好好食香菇，袂搁讲香菇伤贵啊啦。哦，安尼就对啊。哦，对，咱吼看看吼，这差不多啊。咱来看吼，香菇是安怎吼？做食农教育，安怎我们食？不管种水稻也好，啊种香菇也好，还是种莲子也好，啊旱季，我就感觉讲，你做每一项代志，啊你家己专业，你有法度的，你才去做。老闲了才哦，你这做100米炸弹课的，但是就感觉讲，啊你到底后壁改变什么代志？你嘛是爱慢慢互感觉讲有一个实际嘛。所以你爱斗相共是斗相共，你边啊这个农友，或这个农友会使甲你做伙斗气，做伙往前走。欢迎登来到咱台湾新港界。有人讲吼，咱你若新港界吼，建摆的主家吼，收视率都扑起来，你看靠你啊！好，没问题。咱今嘛吼是要做什么料理？我们今天就是会用我们的在地金山的香菇还有芋头要去做，对，哦，以前的蚵啊，做成一个我们的芋香香菇香肉。这是啥？这个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香肉的部分先把它做起来。已经创好啊！啊，刷落来要创啥一步？现在就是我们要先调一个我们的汤汁，做咱拌起来，迄肉卡的哦。对，然后我们汤汁就下去。你敢唔知？咱感情都无好伊啊，无当时你无来也无咧煮，你是。哎呀，那阮咧查甫的煮这是爱看时阵的，恁来才有煮。啊，过嘛看5万几干嘛煮过半只啊？你是。你讲我这感情实在真这安尼袂使啦，这安尼干那煮查某朋友食。朋友嘛爱烧照顾的，来哦。好滚啊！然后现在我们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这个是地瓜粉，对，然后把它加水以后，我们去做勾芡的动作。那倒进去不要太快哈。啊，今嘛刷来。今嘛好啊哈，这样我们汤汁已经勾完芡了，大概这样子的量，我们这个刚勾完芡的这个芡汁就可以这样子。哦，哇，今嘛我调2点，他跟我要啊，看这起来是冻袂了。第一根传一个哈，吃看卖。家己摆的，家己摆的就无共款。食个个就酸个米吼，我米，咱做条我嘛是一个。你嘛有时咧做啊？我之前迄个用啊，到白迄个专业啊，我嘛伫遐种2年，到白因为找水的问题哦，到白拢发臭，因为你无找着水，伊水若打去之后臭就发开啊。我嘛伫遐专业的啊，听营造这个专业的啊，所以因就是水啊、臭拢扣较离安尼啊。我感觉还是我专长的，不管种水稻也好。啊，种香菇也好，还是种莲子也好，啊旱季我就感觉讲，你做每一项代志，爱你家己专业，你有法度的，你才去做。啊，到后壁我本来嘛种一段时间的跳石蚵啊，到后壁你凊前种拢做水，要采酒种1个月，到后壁无水，因为你无下水啊，你无下水，你后壁就臭白开之后，你就无法度处理啊。臭白开之后，蚵仔虫就来啊，蚵仔虫差不多遮大只啊。
这大只我行。对啊，买菜这大只呢，开完之后就加落去啊！你是安尼，你后边若加着，你就迄就无法度卖啊。啊。哦，所以哦，万项代志就是爱专业，嗯，对无？所以哦，我的专业就是食。我嘛希望是安尼，我嘛希望我的专业是食就好啊。哦，来，咱就要来插针嘛，吼。对，五加咱先落去对，我们先切薄片，那再下去炒，那把香菇的味道炒出来以后，我们再来下我们的罗麦，那炒到差不多半熟以后，我们再来下香菇。哦，如果电刀啊较慢，因为你煮伤久，也水分拢倒出来。老去了。对，所以我们在我们煸这个香菇饺的时候，可以煸久一点。对，你安尼小可安尼别打的时阵。恁两个拢在，拢毋是在地吼。恁如何安尼在地人会当人接受？先讲一下你的，笑呀，对啊。其实较细年头袂使讲缘投的哦，缘投这项代志袂使讲。应该讲是吼，咱若看到较老一辈吼，咱就较直去甲伊开讲一下，对，啊去甲伊小盘烂一下，啊慢慢啊，伊就较认同你，伊会感觉讲啊，这少年人是真正有要来食，伊毋是来遮佚佗。一般阮红人的，阮来遮的感觉就是阮来遮就是不务正业的，只是来真的是做粽子的。毋是是遐米。是乱的啊，不是用同时比较高对啊。然后我们这个比较粗的梗先下下去炒。对，因为这块吼伊较恶色，啊叶外部分的较定色。对。然后我们现在在煮的过程中，它的香菇的香气就会出来。对。有影。哦，香味出来啊。嘿。啊，咱就先灌先互炒者。啊，因为咱厝下加速炉的火会较大，啊，你炒的速度会较紧。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就是电磁炉，它速度会慢一点，所以让它先煮一下。对。然后我们蒜头可以把它剁碎，或者是把它切片都可以。那我的习惯是把它切成片状。那我们蒜头下去以后，就可以把我们的叶子跟着下。那炒到半熟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香菇破进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加我们的调味料。你洗无安尼？我安尼啊，咱这最没厉害咧。迄是贵的哇。迅猛龙的手啊，啊无表演一下。啊我较咸的。嘛唔通啦，我开玩笑尔，你安尼愈来愈多，你是？你打鹅肉节我。无啦，咱以前人健体就讲，你食较咸的啦。哦，这种香诶。罗曼有一个特性，就是如果预热的时候，它叶子会比较黄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起，如果怕它的麦就是煮起来的，它的颜色不是那么漂亮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菜，像比如说欧巴菜或者小白菜都可以。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这香菇下去。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大概就是以香菇为主哈，所以我们的香菇的料会比较多。因为鲜食的它肉都会比较厚，因为如果你干燥的肉这么厚，那就不好干燥。我干燥料成本啊，吸干麻烦。吸干呐，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如果家里有米酒，可以加一点米酒。那如果没有米酒，这个时候没有喝嘛，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水下去，不要太多。就香诶。而且刚刚是会多啊，咸的比有较香。对，它在户外它不会多啦，户外你要进电磁炉，这赶快艺术。对。这水有盐味，而且你无冲糖呢。对，因为它香菇本身很鲜甜。自然清甜呢。对啊，然后它最主要会好吃的原因就是它会把它的鲜甜味给拉高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起来的时候，一点点锅边醋，它整个味道起来就会更香。对。哎呦，这手路袂歹。然后，上下要一个问就问你吼。好。对啊。你人家吼，伊请做偌济人来较食？
除了爱讲博暖以外，你讲农业吼，出路，因为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晓做生意呢。做农嘛是上后尾嘛是爱卖出去。对。你讲袂晓做生意，但是会晓种植的人，你爱安怎来，把这个物件会当通路跑出来？应该是每个人的思维逻辑啦。你从我种蚵啊，我们这里就是像从杨董他生鲜的，可能就是直接可以卖掉了。像因为阮蚵啊，可能要招收我。所以你叫啥？杨董。你家己看啊，我真正是叫，那不是叫小杨的呢？歹势，这时间有饭通食，就能叫杨董。哇，下当歹势，你继续讲。我应该是讲，其实我在金山投入那么多年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的杨董他其实也有在跟我讲说，你要怎么做会对往后比较好。所以其实我种金山跳石芋头啊，也是他跟我看呢。对，然后跟你拍片较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金山跳石芋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对，然后很少人吃得到，所以我把它种起来以后，做成真空包装法。你今麦看咱这蚵啊吼，我现在吃的是会变形，就是冷冻过的，可是消费者你吃了会出水哦，消费者买等于伊感觉吃，这是没派去，怪，我跟你讲，你煮了以后就跟生鲜的芋头一模一样。所以你要卖这个时阵，你得爱甲消费者讲，有这边。讲详细。对，所以他回去他万一退冰了，那我们拿去煮，它还是跟生鲜的是一样，可是风味不会有改变。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就是要先去试，试完以后才会发现这个问题。不是我厉害，是因为我安尼做的时阵，我可以去斩数，到变嫩皮，我讲炒，会花温细的，所以我把那个。软掉了回去，我煮看我吃的时候其实都不会有改变，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到的。嘛是爱专业、爱专精、爱专心嘛，那个多尝试，爱吃，对，就好食。其他感谢这小亚当。没有，听上，感谢我们杨导，对。今天啊，还有真济金山的故事，咱继续看。我直接问你啦。这10几档有20档啊吧？应该是今年2024应该有啊。20档啊。你感觉这20档来，你上大的心得，还是讲学到什么物件？安尼讲啦，就讲较早行抗争，之后拢咧抗议嘛。但抗议你要去改变这个社会，是一时阵社会知影有这个议题，就像我昨吼。走去迄个婚礼演讲讲迄事嘛，老演就你在做百米炸弹客诶，但是就讲你到底后壁改变什么代志？你进前有做，你后壁之后你做什么代志？你嘛是爱慢慢互感觉讲有一个实际嘛，无一定规工拢讲行抗争的方式嘛。所以我这几年内底就感觉讲，我上大就是一开始伫咧台北开始做农夫市集，我一开始做农夫市集，我家己嘛袂晓的因素就是。什么是农夫市集？那个家己唔知影咧，我是去香港看，去香港的迄个大江埔，伊遐有一个农夫市集，去迄个什么去迄个中环的码头，加到里的农场，伊拢有咧做农夫市集。所以我就感觉讲，若伫咧台湾来做农夫市集，安尼嘛应该袂歹。袂使。所以一开始就做的时候就感觉讲，这到底要安怎去讲较好？无你有时农夫起来遐物件要安怎卖？种就为什么讲要定优先呢？我就希望讲吼，你要一个特别甲人无共款，所以大家人才会感觉讲，无去菜市仔买嘛会使，为什么一定要来遮买？另外一个就是农友讲，你一定要甲消费者去开讲。你有甲伊讲的时阵吼，伊买即个物件，伊才知讲什么人种的，去种在倒位，为什么要等去厝种即个物件？甲之后伊买即个物件之后，等去要安怎煮之后要安怎食，是食之后要配什么物件较好？的时阵，消费者会变成讲为用买这个方式，变成一个教育变一个朋友的时阵，这条路才行会到。一开始就是安尼来，所以我就伫咧台北做农夫市集，之后就去开店。人就讲为什么你开店，甲百货公司去设柜？我讲做简单嘛，就是咱这个物件放涂骹、放桌仔顶，甲放百货公司的架仔顶，迄看起来会。价值感会无共款啦，就是，人会讲你看起价值感会差足多，你知意思袂？我讲我会知影，但是要去百货公司设柜，我甲袂晓，要安怎甲百货公司讲
该计较，就是抽成，这个物件费用要安怎去讲，这嘛要学。我就感觉讲，因为咱较早抗争吼，就是甲钱拢无关系。但你若去做农夫市集时，讲的拢甲钱是有关系。去开店嘛共款，去百货公司设规时嘛共款，因为你无趁到钱，农友无趁到钱，这项代志伊就无法度继续做嘛。甲之后就开始拢伫咧台北做农夫市集，甲开店安尼。我一开始做农夫市集时，记者拢甲我采访嘛。但是我问10届，我感觉讲，大家拢问这，感觉无好势，足神的啦。我一项代志袂使讲500届，我就讲你个无开始去问农友，无就为10张开始问，因就是为读台大的，之后去做国奖，无你先来问看卖，你就先安尼去甲了解一下，到后壁就是有足侪学历好的，之后转来做种田的。我一开始看到学历好的吼，种田的为台青椒镇，咱都看着时，咱这真卡咧无读册，看到咧读台青椒镇，咱讲吼，这足厉害呢。我定咧介绍讲，你因为你有读册，所以你应该比人较会讲话。伊讲，甲读册，甲有关系。我讲有关系啦，练一个，无就当做看镜，敢若镜咧看，你会知意思袂？所以我嘛定讲，你做一项代志要会成吼，是逐个人带你斗相共的，毋是你家己有法度。我进前的时阵，梯田刮时嘛家己刮，刮完嘛家己抬草，抬草家己拍，拍到第5天要好啊，要收啊，落雨就去定拍一届，无就补牙。你要教的时阵，我搁家己用一只来教。教后壁家己要串死，我讲这朋友遮尔多，咱拢家己做，所以阮明仔之后拢合作，对无？麻糍着李长因会去变，大家拢一人做一项，你后壁你毋才会轻巧，爱半工啦，爱半工啊，交工一个，大家毋才会舒适。你在遮偌久的时间？伫遮6年。6年吼。这间店厝，对，这是叫做柑仔店。柑仔店。吼，柑仔店你有咧运作？对。除了柑仔店咧运作，你还佫做啥物工课？讲观众朋友听，因为我知影真济即摆少年人哦，对啊，有觉醒，对啊，但是吼，小到真惶恐敢若佫想要转去开咖啡店尔。到底是啥物经验安尼？你讲人听。我这真爱甲大家讲一个，甲种田，我先讲种田这，你要种田进前，你要先想好，你到底有兴趣无？你袂使因为失恋甲失意，走转去找种田。我大概讲这拢互人骂啦，每一撮记者找我采访的时候，我都等于用骂甲人要假死。我讲你不爱信，你去宜兰、花莲、台东、南门的内底，几乎莫讲8、9成拢失恋的。我讲你甲失恋甲种田有啥物关系？你要找一个所在味，你袂使制造你的麻烦，嘛袂使制造恁兜的麻烦的啊。你有兴趣无兴趣不要紧，你就先去骑一只奥多巴，还是驶一只简单的车。去租一个宿宿啊，3、5千块的，你就家己讲，这一个月若是15000块，我都解决，含食含住含，拢家己处理。外口偌少，15000块之内，我都解决。你就透早困到10点爬起，早顿先去食，食完顿啊，这个顿去中昼搁困一觉。下晡的时阵，先出去看一下，人咧种荷花你有兴趣无？人咧种猪仔，你有兴趣无？人咧种土豆，你有兴趣无？人种菜，你有兴趣无？先看卖嘛。看之后若有兴趣，你就明仔载搁来看；若无兴趣，你就换一个。那种香菇的有兴趣，你再看卖一个。你再看第10届之后，你若有兴趣，你就讲我甲你做免钱的，我先体验一下，就才头先菇包要冰2抓这毋知无你若温室起落去，菇包买落去，你开你手安尼，对无？温室物件用落去，开500万、1000万，贷款贷落去，钱一开落去，这钱啥物人要害？这无恁阿爸阿母要害我，讲袂使安尼呢。我即马嘛有囝，我有查某囝，我讲你先想好。你若是去一个月15000块，你若到后壁无兴趣，这15000块开去2个月3万，就准拄线，就等于好我做工计就好啊。等于好我做人。你就袂讲我一开始地就租落去，农机就买落去，农机少诶，50万100，做一只3、500万买落去，甲你无兴趣，迄只咪免路，你是？路顶也袂使驶来驶去的，你是毋是安尼？我讲迄就是爱先想好。甲你讲头先开店这项共款，我进前嘛伫地方加开一间网红店，迄种 IG 打卡的7个地点其中1个，我伫遐卖红豆汤，卖甲生意好甲啥物呾？卖甲就是洗碗，我家己要去洗呢。过豆开始洗碗，日头遮尔大，洗甲你后一个看日头的时阵，已经天乌啊。这中西5、6点钟拢无停，
买命，买命，你看一碗50-60块，一天会使卖200-300碗。卖到后壁，我真正洗到真无力，我甲人客讲，我麻烦一下头前。哦，足侪间店卖红豆汤最好食。你就头前买，你哪个头买啊？迄人客后讲，啊，你哪会讲即种话？我讲，我爱讲，我真正，迄个永乐广场迄间红豆汤嘛卖足好食，我真正良心甲你推荐。啊，啊，佮有阮这西关巷的边啊，遐嘛有一间卖红豆汤兼迄个串冰，伊嘛足好食。麻烦者，你嘛甲交关，伊就讲，你哪迄人客来甲你买，你甲人讲，我讲，你毋知影讲这个社会爱洗碗。我忽然发现讲，这要环保，若要洗碗，嘛有人通洗才会使呢。你若家己伫遐洗，你为什么你嘛洗袂去呢？是毋是安尼？哇，这是。所以我们在讲，你要做，足侪人要开店也好，要做餐饮，我讲甲家己煮共款事。我较等每一届办活动，为什么拢家己煮？少的煮30个，做的要煮到几百个。迄你煮吼，前一工就准备，今日透早就一早就去用，用到完吼，工作人员也食袂落，你嘛食袂落。我到后壁发现讲，哇，这就串啦。啊，附近足侪热炒诶，海鲜餐厅甲相关诶，阮甲即马拢敲电话互伊，伊含刀，刀啊、椅啊、菜送来，物件拢甲你用甲好好。你食完之后，人就坐咧，物件拢收甲走，你搁把你诶饮料搁灌咧才现啉，啊无就换伊，我换伊，就我厝落去，换伊随着来送来。安尼工作人员也勤苦，你嘛勤苦，你嘛食会落，代志嘛溜了，代志嘛做，啊，逐个人各有好处。你这意思无？在地话啦，哎，在地逐个拢有好处，啊是毋是？以后遐餐厅看你嘛欢喜，遐个店啊看你嘛欢喜。你敢会后悔做白米炸弹客？袂啦，什么后悔？系啊。那然后这20几冬以来，你敢有认捌讲？你家己的角色在这过程当中，你其实无形当中啦，吼，贡献你家己的，不管是经验、拍拼，有产生一寡改变，你感觉？哦，我有网友讲吼，你家己做得好，你免感谢我，为什么知影无？迄是社会对农村的印象是乱性的，伊感觉讲你做农的，社会就带你去做支持，所以你爱。斗相共是斗相共，你边仔这个农友，或这个农友会使甲你做伙斗气，哎，做伙往前走。我感觉安尼就是你一个人会成，甲10个人会成，迄就是无共款的。所以一个会成之后，就使牵另外一个，互愈来愈侪人会使愈做愈好。我感觉安尼才会使。想要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我感觉毕竟你人亲自伫遮吼，啊，人情来往啊，什么，你感觉台湾的农村吼，应该行什么路？但即马有的人就讲啊，你小农就是足贵的啦，哦，讲优先啦，啊，就是安怎啦？啊，其实哦，啊，惯性农业哦，煞拢无出路啊，安怎？你对台湾农业的这个看法是啥？简单讲，我讲爱专业。阮今年吼，我讲旧年就好，旧年金山的番薯卖50块1公斤。我看到种番薯的，就要拢速死啊！你爱种哦好，品管爱好，经好水，之后这个物件才会卖得好。甲你种香菇，毋是共款意思嘛？种莲子你来爬落去水，因为你莲子爱为棚内底爬莲子爬外壳，外壳爬完爱爬内底一条膜爬完之后爱把莲心用开。规粒就是爱完整，你袂使完整也放落去，脆的嘛放落去，破的嘛放落去。刚你讲想要买什么好价钱，安尼哪有法度咧？你听我讲意思吗？我讲就是甲一个态度关系。啊，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感觉讲，你住庄脚甲住都市就无共款，就是你生活的费用会无共款。生活费用就是都市的生活的费用可能较悬，但庄脚的费用较低。但庄脚佫有另外一个好处，咱定咧讲的嘛，咱有时阵无照顾囡仔嘛较方便。你像我搬来庄脚就为着要照顾囡仔较方便。第二有的时阵倒来厝的照顾老大人嘛较方便。我是定讲呢，你有时阵足侪时阵吼，你讲老大人要去住都市，其实真正有困难。伊是毋住庄脚，伊边仔拢有朋友亲情50，会使哪开讲，啊伊会哪行身体就哪好，较健康啊，对，较健康。啊，第二就是社会负担是毋是较低。所以我定咧讲啊，你足侪物件内底做的时阵吼，咱会去想一下，就是讲，包括讲，阮咱卖外口人之后，咱是咱卖在地，卖在地之后，就像讲，我定拢会甲社区共识做合作，还是老人市场做合作时，我感觉讲，
你会使互因伫个遮做伙做、做伙食、做伙煮。安尼话吼，这社区才有一个力量。啊，另外一个就是讲，这有法度互相照顾嘛。啊，外口的人倒来遮住的时阵，会感觉这个所在的环境感觉是好的。啊，第二就是你要种啥物，我最近常咧讲，你种咖白笋，你迄材啊，得爱顾好啊，你田得爱烤过。整平啊！你知影就爱拣水的啊！啊，咱顶一年就是这部咖啡笋，就好，就今年就这部乌开之后，分的时阵来分这部啊。分开时你采的时阵就是平均，咱什么时阵过年前后最冷的时阵，这时阵就好种啊。你知意思无？就好去种啊。种的时阵你毋才会使去发去照顾，再去用诶。你懂我意思吗？啊，你毋才代表讲你后壁这笋啊愈发愈水。啊，甲你去最近阮遮咧啊减笋嘛共迄事啊。你讲后壁压。爬嘛是一个项，阮最近做叫 YY， 就是爬去山顶压笋啊啦，阮拢叫 YY， 拢爬去山顶。啊，讲你爬，啊你毋通看爬一斤300-500块呢？你敢讲你去山顶，你要挨20斤，行斜坡，行转来，迄嘛是一个工呢。所以庄脚毋是无度过生活，庄脚是十滴滴拢会使收入。就像阮讲做简单，我田内底嘛一直想要请人去拍草，对无？去捡草，啊，要去用物件、饲肥用啥物，毋知做啥物请人，但是嘛做侪拢无度请着人的啊。我会感觉讲，农村欠工是真正做欠工。少年仔转来只要若肯做啦，稳定做、肯做，其实伊的收入袂比都市较歹。这样哦，今仔日真欢喜，算作是老朋友啊。虽然呢叫铺过哦，但是呢，世界万行代，拢是咱台湾新安代。对一粒炸弹哦，变做伫农村，我应该会使讲是农村创新。啊，嘛是会使啦。创新啊，因为查某囝也生。而且还佫拖到下一代，咱呢继续来看这个，到底在金山会佫开出什么故事吼？咱哦敬请期待。这个好厉害。